为伫咧台南市南区的朝日行善会，每当的儿童节，拢会前往台南各区的偏乡小学关怀。圣诞节嘛会规划到外县市送礼物给偏乡小朋友。今年的让爱走进偏乡小学活动，利用3天的时间，前往高雄、屏东、台东、花莲等地总共9所的小学关怀，希望给偏乡小朋友感受过节气氛。我们每年有2次的小朋友活动，就是儿童节跟圣诞节。我们今年到花莲、寿丰乡，还有玉里、瑞穗，这样总共跑了9间学校。1天之内跑了9间学校，帮这些小朋友送圣诞礼物。我们每一份圣诞礼物就300元，我们的物资内容也是物超所值，也有厂商赞助一些苹果，还有所长茶叶蛋的豆干，还有好事多台南分公司的书包，也有台北的厂商捐赠小苹果，来让小朋友有更丰富的圣诞节。不只关心偏乡儿童，朝日行善会主要嘛提供社区服务据点，弱势家庭都去长辈参食物资服务。我们朝日行善会平常都是做一些社区关怀，帮社区或一些客服班募集食材来提供他们使用。我们已经做食物这方面已经7年了。就当初政府在做长照2.0的时候，他们刚开始做供餐，我们就是提供一些食材给他们回去，减轻他们的对社区的负担，也让社区长者有更好的食物来使用。社团发令台南市朝日行善会的偏乡小学关怀活动行动，得到真侪会员朋友以及爱心单位联动赞助，因此才会当顺利连续7天的举办。协会也希望联动因成立宗旨甲照顾理念的朋友，做伙加入行善行列。朝日行善会欢迎你们的加入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好，谢谢。